就是他们毁了荔枝园，还杀了我父母，是我没用，到现在都没能为他们报仇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白小凡，听旨。白小凡，跪下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荔枝使白小凡护送荔枝有功，规划了荔枝道，为己地的商业贸易做出重要贡献，特封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赏黄金1000两，钦此。我的个乖乖，升职加薪，人生巅峰了！谢主隆恩，是这么谢吧？电视里就是这么说的。白小凡，贵妃娘娘特意交代，让白大使在宫中好吃好住，多休息几日，来犒赏你一片真心。好说好说，贵妃娘娘真客气。那就跟咱家走吧。走吧。白大使，今晚你就住这儿。您呢就好好休息，我就不叨扰了。多谢总管。这别墅不错呀，适合拍照打卡。对不起 ，sorry， 美女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还看？我不看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不要叫啊！我不是刺客。来人啊！有刺